歡迎各位收睇新聞透視呢一個節目，係我哋電視台第一個節目，所以整得唔好就唔好意思啦。我哋先一齊睇下韓國新出嘅頭8個生存者有冇先啦。由於條片有長有多嘅關係，所以我哋將25分鐘嘅片一齊播放。嗱，嗰啲有啲錢過嚟㗎。中細雪如塵遊進古剎與園林，無色中覓尋旅館的暗燈，迎面飄雪滿長袍，迷路中與你重逢，在掌心呵氣贈我溫度，怎答謝你仍然能待我這麼好，從前的爭吵跟紛擾不計數，沉默中如電影提着傘，見證下秒的擁抱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不想你與我在雪分離，盼明晨太陽融冰千里，讓悲傷都一起化成蒸汽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吹不散，再次融化一起。到月台挽着你的手臂，讓好風光都記起，缺陷不需銘記。洗結了靈魂，讓鐘聲敲過，願好景發生。一對伴侶同遊迎大雪有幾許？如年長一起牽手追憶過去，純白色從夜空浮下你我變白髮的一對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不想你與我在雪分離，盼明晨太陽融冰千里，讓悲傷都一起化成蒸汽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吹不散，再次融化一起。到月台挽着你的手臂，讓好風光都記起，缺陷不需銘記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天知道你我又在一起。到月台挽着你的手臂，讓好風光都記起，我如此深愛你。望這晚細雪飄滿地，哈哈哈哈哈！睇完嗰8個係咪覺得好好玩呢？我哋一齊睇埋第9個同埋新場地啦。如果未做完全部任務係開唔到新場，好彩我做完啫。
但我只係做完任務，要精通咗先會有呢個獎杯。呢個就同第9個任務一樣，所以我哋就教翻佢嚟睇啦。喂，自由一族記者，